但係無論係伊朗嘅其他人，其實 Tomahawk 導步兵去銷往其他國家，但目前正在調查措施。局長佢話呢個僅僅係開始㗎啦，到底係邊一個嘅？美國人應該幾耐先能夠？有兩個都對開始，呢個係建立新國家嘅開始，但係佢哋而家確實冇海軍、冇空軍、冇防，所以你知得你可以咁睇呢句説話。我哋而家離開呢度，可以話係一個巨大嘅成功，或者我哋可以再行多一步，而我哋都會再行多一步，但係其實呢場戰爭最大嘅風險已經完咗3日，我哋頭2日就已經將佢哋殲滅晒。你想下，其實真係好難以置信，戰艦就係認真嘅戰艦，嗰啲係你想贏就先會買嘅戰艦，而家全部沉到喺底，咁水手我都紛紛被全部跑嘅，佢哋拒絕登船，空軍已經不復存在啦。一切對説可能已降到25%先，好快佢哋就會一無所有，我哋將擁有佢哋生產嘅地方，無人機到嚟攻擊。但係我哋講同埋特朗普政府入邊啲人，佢哋想做嘅嘢，多謝你。嘅石油負面物質制裁，你可唔可以詳細講多啲，特別係針對呢方面？其實我哋係想保持油價唔好升得咁。